好，好，咱开始。1643年6月3号，透南风好天，开始拍开并且收购华商浙心的芳船所在来运到遮的货物，即寡货物价少相当贵吼，足贵吼。因此呢，因来表示异议，就是抗议就对了吼，尽量来含因来讲价少吼，讨价还价。因诉苦讲，因着踮遐念啦吼，讲伫时若货物拢变甲真贵，而且欠货，理由是因为战争，如头前已经讲过的吼，以及因为米价诚贵吼，地属种生材啦吼。种生材饲牛仔的即个田吼，真侪拢去改种稻仔吼，所以呢，即个牛仔丝吼的产量比往年大来减少。因嘛早来生理人热心和努印答复阮的批信，内容主要是讲即段时间以来。台湾的贸易受到损失，特别是去年因的商品损失了，因此生理人拢无法度、无兴趣过来台湾做交易，因为阮写批去，答应讲将来一切拢会按照价少来付钱，所以才阁运即寡货物来，请求讲爱合理。来和即寡生理人来议价，以便会当继续台湾的贸易，才袂抵到欠货有几个生理人，因是已经过身的迄个韩漫的朋友，甲以前阮所拜托因早去互一关的礼物甲批信，又阁早转来还互阮。转告伊的话，因为交易以及伊的死的介绍价，去年非常的无满意，损失1000两银，讲阮无应该安尼来和伊交易，伊对阮的贸易真有贡献，而且是公司的朋友，应该爱以好的介绍来收买伊的货物，而且爱阁用流通的现款来支付伊。无应该以超过价值的银来支付伊，无应该以而且安尼伊才会小可满意吼。像即寡话啦吼，带即寡话来就对啦吼。因为上述迄个生理人准备要转去西那了，所以呢，阮着爱以周全的理由来答复迄个。官理就是一关的话吼，就是爱用诚好听的理由来答复即个一关啦吼，则互伊欢喜吼。中昼按照总督阁下的命令，公告葡萄牙和荷兰之间已经缔和的告示。该告示内容是如下吼，会对是，所以即篇日记会对是。一篇告示吼，告示安尼写吼，总督安托尼奥·万迪门和东印度议会以荷兰联邦伫东方的名义，甲所有看到和听到即个消息的人，大家问好。阮甲恁讲，荷兰联邦政府寄来2张批。数期是今年2月22和3月15，是最近用大船 Salamander 号伫咧本国月2号找你的时阵送甲吼。批里写讲，去年的6月12号，俄罗曼联的上帝为着欧洲整体吼，特别是为着
荷兰联邦的繁荣甲进步，尊贵伟大的党卷逝世，党卷是啥物人？葡萄牙和Algiers 阿尔及利亚吼，国，但是伊后壁这毋知是荷兰文的款，写 Algeves 吼。我搁定来吼，葡萄牙和阿尔及利亚国王，几年啊的统治者，伫个伊索比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等地航海甲贸易的征服者，甲上述阮的联邦政府签订了一道坚定的签约。头前这头衔吼，落长吼，都应该拢是咧讲迄个葡萄牙啦吼，葡萄牙国王就对啦吼。伊是名叫做当卷逝世吼，是葡萄牙甲阿尔及利亚国王几年啊统治者，伫个伊索比亚、阿拉伯、波斯甲印度等地航海甲贸易的征服者吼。讲伊和阮签订一道坚定的条约，同意伫个欧洲甲亚洲的上述王国、国家、省、岛屿、无例外，属伫上述国王甲联邦政府的所在呢，拢停止伫个海上甲陆上全部的敌对行为，包括即个荷兰联邦政府属下所有的地方甲居民，也拢无例外爱停止敌对的行为，为期是10年，详情记载伫个该条约。即条条约已经生效，已经生效啦，已经开始有效啊！阮愿意根据该条约，伫个上述地区停止全部的敌对行为，忠实来遵照该条约的规定，而且阮将会命令所有阮属下的人也尊重该条约。用来达成阮的联邦政府的要求，任何人拢不得无视即个事阮决定爱通过此事。联邦政府命令每一个住伫上述地区的该政府的属民，拢必须爱停止敌对行为，而且确实遵守全部的条款，不得有所违背。违者将毫无连续来处罚。1642年10月4号决议伫巴达维亚，并且公告伫同一个月的7号。咱即马这日期已经是1643年6月啊，这旧年4月的决议即马才送到遮。下底署名是 Antonio Van Diemen 边仔的注明讲是奉总督阁下之令书写的人，就是即笔者叫做 Peter Mesdag 是秘书。要暗暝的时阵，上述的便队船卡白号来到港内，俄罗上帝该船立刻航来我伫个栈桥边，以便明仔早起来落货。这是6月3号，过来6月初4。透北风大扫的好天，早起开始落上述便队船的货，并且收购所运来的商品。今仔日有下列的船只来到遮甲出航。所在货物甲人数如下：2只高野船出航前往南方去普查，载12个人；一只高野船对放索仔来到遮，载一寡落坡甲盐8个人；一只高野船对片湖来到遮，载30担盐11个人。
因为有一只胖船明仔载要转去西那，所以今仔日就召集所有前来的生理人甲重要的西那人来阮的房屋，按照总督阁下的内批，真严肃来甲因讲，因家己爱知影，明仔载转去西那以后，也爱经过因的朋友，总督阁下袂当了解。因为何伫日本爱遮尔为难荷兰公司，并且违反因国王的禁令，派船载运各种商品去马尼拉含阮的死敌交易？几年来，因为华商派船去遐贸易，已经造成阮严重的损失。因此呢，总督阁下为着要防止将来继续有即个情形来发生，将派快速的快艇舰队来西那甲日本中间的航道，像已经看到的吼，阮也对遮派2只胖船甲1只荷兰船去吕宋的北边，顺益来往的胖船。即寡代志，阮计划要继续几年吼，一直到阮对此感觉满意。因此，爱因知影，铭记在心。转去西那了后，还阁爱广为宣传，叫大家及时停止航行，以免将来遭受损失。即寡生理人感谢阮的警告，讲因一直拢伫遮和公司咧交易，真少去日本。以后因也会放弃去日本，毋过西那还阁有真侪其他的生理人未放弃前往日本贸易。如果阮若有掠关离一关的胖船，因会完全断绝台湾的贸易，这是大家忧虑的代志。公司也可能因为安尼遭受困扰，希望公司也当考虑到这一点。阮对此回答讲，因爱安尼做，就爱家己负责。关离一关的胖船，甲其他的胖船共款，拢不得幸免就是共款袂特别描写因就对了如果伊若要因为阻挡台湾的贸易如果伊若要阻挡台湾的贸易啦安尼阮就希望讲伊袂，但是伊若阻挡台湾的贸易，阮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用上帝所赐予阮的办法，像以前安尼，搁再一次去开战。伫即个期间，阮会当经过澳门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即嘛已经含阮地号已经伫咧东京的西那人进行贸易。东京的西那人有各种类的丝质布料，愿意以公道的价数来供应若毋肯安尼来交易，阮就会诉诸战争，要甲即个也甲因讲，叫因好好考虑，也甲因讲必须要知影，而且爱记录掉，就像西那的国王和日本的皇帝是因国家的国王或者是皇帝，荷兰人嘛宣称是全世界海洋的国王或者是皇帝。即个原理已经维持足侪年，万能的上帝也真清楚，并且祝福因制服了所有的其他的竞争者。即种情形，因日常拢已经讲过，而即个权利将继续维持到比因搁较强壮的人来取代为止。即寡人承认，有一部分对日常发生的来看，确实是如此。却说这是骄傲鲁莽的答复。因确信总督阁下对因无像阮甲因讲的安尼遐尼生气。因最后讲，因知影应该安怎做。
6月5號，風甲天氣猶像昨昏，猶無用你收尾芳船所載來的貨物，並且落邊堆船所載來的貨物，也甲一個僕人用中文寫批去互傑森和諾因哦，這兩個生理人也寫互Joseph。伊也願意按照最近總督閣下送來樣品來協助供應阮為祖國所需求的絲、絲質布料、糖、菜頭、薑甲肥仔，愛因無論如何攏愛盡力繼續甲迄寡貨物全部送來。今仔日有下到船隻抵達甲出航。這啥物意思？一定你拍毋着了，你根本看無。好，所載貨物甲人數如下：一隻篷船一龍金門載有鹹魚，載32個人；一隻對南港到抵達到遮吼，南港可能是指南崁吼，佇個桃園縣路德鄉遐。當時迄個位仔是重要的掠鹿仔的場所吼，就是講有一隻船是對南崁遐來到遮，載有300張鹿皮甲鹹魚，12個人；一隻高野船對安海來遮，載有30袋米甲一批陶器，載8個人。6月初6，我倒一下水吼。6月初6，有一隻高野船對突起者來到遮。突起者是啥物所在？又閣寫做突者，應該是佇福建沿海台口吼，毋知影啥物所在吼。有一隻高野船對突起者來到遮，載有20袋米、10擔鹽甲100支茶箍啦吼，茶條，載12個人。今仔日寫一張批交予一隻已經準備好要前往淡水交易流園的新仔人的篷船，早去予隊長哈羅士是歸人遐的長官啦吼。甲伊講已經和葡萄牙人締和10年的代志，愛伊按照告示通知伊指揮下的荷蘭人愛遵守，上前請看該項的草本。同船共一隻船啊吼，也載2個派去遐的荷蘭人以及翻譯員吼，就是迄個日本人奎沙伊蒙多內，喜左衛門吼，喜左衛門和金包里的人叫做巴托羅米爾斯，因最近捌參與本先生的出征。6月初7，透南風，落雨的歹天。6月初7較長一絲啦吼，看者。中島迄隻延前足久的大領港船對歸人甲淡水轉來台灣遮，按照阮的通知載轉來大批的塗炭，對哈羅士四期今年5月23號和27號的來批，知影下日的代誌。
就是伫5月23号迄张批呢讲有6个卡基人人落力啦吼，歹势落力，有6个卡基人落力，伫咧战地指挥官诶时阵逃走。这什么意思啊？伫战地指挥官诶时阵，应该是佫拍毋着什么。已经由金包里诶人交互阮咯。金包里一直是供应粮食互因，并且来甲因藏起来甲因藏起来。为了要作为其他人诶警戒，所以甲因当中诶3个人吊死，而另外3个人是甲因算烙印做记号我查一下即个烙，台语是毋是安尼读？甘字典拍开，查汉字烙。歹势毋是安尼读读做落烙印烙印。第一声，第7声烙印甲因烙印做记号。又佫讲，因认为无应该佫再去收集佫较侪诶涂炭，因为根据迄是，因为听讲迄是来回爱4里路诶浪费诶工作完全只敢若会当叫劳力去做工作因嘛相款必须爱开钱而且会当摕到诶数量无侪，毋值得用真大诶困难甲费用去摕来送去世界诶另外一端因为整个东印度必须爱得到利益，又佫讲对8工前做居民的船只，转去归人的多米恩国阿基莱尔的某得瑟，对遐知影讲队长本去找金矿，找真久了后，已经过避难转来厝地，又佫讲加马兰、三条角和金包里的居民犹原是反叛阮。计划要继续用各种办法造成阮的困难甲损害，又佫讲，佫过4工即一张抄本的原本写成了后，算起第4工会派一个西那人的篷船对福州载撤来无通行证，无派任何荷兰人共船来监督。载600担小麦前来厝地，为着要由阮来决定是毋是互因自由。迄只篷船迄今还未到遮你要讲伊一定是转去西那，因为因对迄个有关的告示以及到时因所会遭遇的情形，知影比阮的人更较清楚。对迄个5月27号的内批，知影讲即天派上述迄张4期5月23已经提起的迄只篷船，载600担小麦出航前来厝地，毋捌怀疑该船会中途逃脱，因为相信途中会去互迄只大领港船拄着也的确因。对即只大领港船收到上述阮的批信，以及寄去的清单所列出的800里尔，以前对厝地出航载食软要去淡水交易的迄寡篷船，迄今拢还未看到。2工前有一只篷船。载着一批盐甲几罐咸肉来到淡水，但是无通行证，所以被上尉批捕拘留落来。
批度按照过时所写的来处理即只旁船，共款伊嘛对一只新仔人的流黄无翼船带甲10个新仔人以及可靠的大港甲带落来，是什么意思？命令因去驾驶迄只所抢来的小旁船，用来装运涂炭来台湾，但是为着无爱轻蔑迄寡生意人，所以就是为着无爱迄寡生意人感觉讲你甲轻视啦吼，所以就派迄寡掠来的新仔人来帮因操作，同时甲即寡掠来的新仔人送来厝地。又搁讲最近又搁掠回4个较贱人的奴隶吼，伫个间谍指挥官伫淡水的时阵逃走的，用抽签流口吊死因当中的一个人，也吊死一个已经被原谅却又拍破箱仔。对箱仔内底偷摕62盒含一个金手指的人吼，村的人按照过时规定，用铁链甲因两个连做伙。迄寡奴隶因为无其他的代志通互因做，所以每一工派因去采收大批的涂炭。最后讲，只要稳准70到80个新仔人来即个城堡下面来遮住。阮就要发放现款，要用发放现款来取代发放粮食予士兵。迄寡人真紧就会当趁到钱吼，来过日。而且米上重要的粮食吼，对甘马兰社的价地会当充分来摕到。对中尉批度。自淡水4期5月28号来批知影讲，伊做军的批信以及迄边的驻军搁含奴隶的清册，捌交予迄只运小马的旁船送来厝地。伊认为已经送到遮咯，但是现在又搁送来迄寡物件的抄本，又搁讲大领仔港船伫因真需要的时阵来抵达。对该船收到粮食甲502个现款，因已经有1个月无发粮食予士兵，因此只好对一只以前对新仔来的无照的旁船，摕147斤咸肉。该船载有15大罐的新仔麦仔酒，100担盐30到40斤新仔樱桃以及。违反个人在内约6担的青铁啦吼，船主名叫做摩伊哥啦吼，摩伊哥别号是哈斯俊吼，住伫台湾。伊讲伊的通行证和另外一只旁船去互海贼抢去，伊确实有通行证。队长哈罗是对此也有交代，以前。带阮的批信要去遐交易硫黄，并且出卖食软的迄只旁船，迄金也未到，也讲希望伫咧做军会当送几项即嘛也未送出去的需用品去遐吼，譬如驻军的衫，以及也阁需要1拉斯的米，因为到今年的9月底就无米啊。又搁讲，因为迄边发生非常强大的暴风雨，所以互迄个土墙以及对马里亚灵堡一直到流黄甲灵堡中间的大石头，连迄道竹围拢陷入去河沟呢。迄个灵堡也险规个拢崩落去，因为及时扑断上述的竹围才会当去幸免无崩落。营房后面的土墙、警卫总部和地门灵堡也拢发生损害，互相来挂力，袂当通行，石头嘛落去，因此拢无法度上去迄顶头。河药
土库的情况嘛，共款是恶劣，雨水注入伫一点钟内扬出37桶水，一暝扬出100桶水。迄寡好药的情形已经无可能伫将来佫拍打保存，因此认为完全需要用石好甲石来控起来重建一个新的土库。伊已经写批去归人要求即款的材料含2-3个土水师，伫听候即个领工船带消息转去。若是归人无，就要请台湾这边提供上述的材料甲人员，同时因动员所有的人继续伫咧修理安托尼奥城堡。又搁讲，因认为，互几个捌原住民语言甲西班牙话的新仔人，包括几个手工的人，伫咧该城堡的保护之下，住伫咧该城堡下面，用来方便驻军对公司袂造成损失。最近送去互因的3道告示，伊已经按照伊阁下命令来公告，在此附带寄来2里尔，较少1/8吨的黄金。即寡黄金是对黎族社和拉辛干社费真大功夫，以11又搁3/4里尔的银交易来。即寡伫咧取地提炼时损失1/3，而且发现只是镀金的银因也为此来回释的讲，无较早甲即寡黄金寄来。因为该领工船伫咧夜间突然出航，匆忙之间袂记咧寄来。又搁讲，伊的部属去上述迄寡村社拢无便当而且真骨力来为公司咧工作，将来对于阁下命令会完全顺服遵行。详情记载伫今仔日的台湾书信簿的草本。以上6个吹气落长。6个吹皮有强烈的南风。打扫的天气，今仔日含生理人经过真侪辛苦的议价了后，总算甲食心的篷船载来好物拢买落来，并且对该船卖9000到10000里尔，23到24卡拉的黄金。黄金若用卡拉咧算。永暗派遣迄只领工船若天气符合，要伫咧明仔载去出航。前往已预定的顺益航道，阮写批甲高级大工 Simon Cornelis 以及议会写批甲因讲就是已经含葡萄牙人缔和的代志甲因讲，并且写讲爱甲前往马尼拉贸易的新仔人讲，如果毋停止前往马尼拉，将来因的船只会去用拍破沉入去海底。被活掠的人抑阁会互阮用船载去巴达维亚，或者是会遭遇类似的厄运详情记载伫上述的书信甲决议录。6月9号，强风甲天气犹像昨昏，今仔日因此该领工船犹未出航。对倒落阮社出征转来的人，愈来愈侪人破病，直到病院带满病人。伫咧即个城堡甲各城也有真侪人破病，直到真歹派出周围的人。6月初10，继续透着西南风，打扫的天。早起，迄只大领工船出航前往伊预定顺益的所在。要暗仔时阵，卡皮号除了纸弹甲盐还留伫咧船顶做底舱物以外，其他的好物拢已经落来，也含接心的篷船的生理人结束。
悬达42000里尔，其中约有8000里尔以交易的护照来付款。6月11，透西风好天。6月11，我较长一撮安看。早起有一只新仔人的篷船出航，要去淡水载流等等的物件。阮答复讲，本个月7号领港船对归人甲淡水所载来批信的复函，也交互该船带去遐。详情记载伫书信簿今仔日的草本，迄张批的草本。也有7只其他的篷船出航前往几啊所在，但是因为天气恶劣，因暗又搁拢转来入港。下晡，迄只伫咧迄边是淡水，或者是归人吼，伫迄边所抢来的篷船载土炭转来，也载来2个活掠的人，以及4期本个月7号甲8号对归人的哈罗士，以及对淡水的佩岛所写来的批。用即寡批信报告迄边的经过情形，无特别重要的代志。其中，伫哈罗士的批信写着讲，伊自从顶个月27号用领港船送伊做军的批信来了后，拢无对台湾有接到任何消息。伊即张批呢，主要是写关系到伫淡水夺取迄只篷船的情形。以及用该船载土炭来取地的代志。此外，伊阁强调讲，几工前伫咧该城堡南边的石头岩礁中间发现大批的土炭，比其他所在阁较容易来掘挖吼。所以已经伫遐收集有偌侪量吼。将会写伫后一边来记载来写吼。又阁讲，顶个月的最后一天，有一只篷船载27个人和各种需用品以及几啊新仔人的工枪到遐。即寡人展示因的许可证，并且带落来。因为即寡人伫遐会居留吼，伫遐住。伫咧士兵的要求之下，已经以发放现款来替代发放粮食互因吼。士兵以迄寡现款来买日常的食物，也干那安尼当买食物尔，吼，无别项通买吼。情况良好，因此请求以后也允准军官会当共款来折算肉、肥肉、油、醋等等。算做现款啦吼，换做现款，发放现款，互因家己去买。又阁讲，因为佩岛对淡水写批来甲伊讲，因为暴风雨吼，伫咧马里亚令堡甲流黄甲令堡中间的车墙被雨水冲刷流失，所以派下设商务员专班起诉去遐，抑阁有5个新仔人落泪，含3个吐水师去帮衬因。伊转去归人以后，报告讲灾情含佩岛所写的一致，而且对迄个令堡无规个拢放落来，感觉真戆影，因为迄寡竹仔拢已经烂去啊，而且该河药土库伫咧落雨的时阵是无法度避免溺水，爱用石头甲石河来重新起造。伫归人和淡水也欠石河，又阁讲金包里的居民已经伫因的村舍中建房屋，显然愿意归允阮。三条社甲噶玛兰社人因嘛是阮的朋友，而且伫该城堡阮无相信因。伊又阁对上述配套的批知影讲，有一个伫咧6礼拜前对小人道理牧师
Junius 的即个开甲因人被带去淡水。开甲因人吼，即毋知啥物人吼，头前拢讲这是奴隶吼。对伊得悉伫南坎附近的一条河中停泊3只篷船，载有大量的铁仔。伫迄个交易米甲落婆，遐有真侪落婆。也有一个住伫淡水的新仔人，对迄条河流决河主讲是指上述南坎附近的迄条河流。对迄条河流转去，讲伫遐途中有大量的落婆。伊讲，因为伊的通行证和伊的篷船囥做伙，请求搁再一遍，搁再互伊一张通行证。对此，批度甲伊讲，爱等到后一次的机会再搁讲。中尉批度的内批主要内容拢是和归人的内批所写的相像，只请求决路，因为现在增加10个人只请求供应2拉斯顿的米、肉、肥肉等等来取代1拉斯的米。又搁讲，根据因的感觉，阮应该命令新仔人先去淡水出示通行证，等遐经过检查了后，再允准因去南坎、海湾或者是其附近的所在地方通行交易，因为迄边比此地搁较容易管理。详情记载伫上述的内批。也有一只篷船对片湖到遮，载有50担盐22个人；3只篷船对金门到遮，载有160袋米、120担盐、16纳米粉、2担书写用纸、11担茯苓、20捆茶棒、71个人。因讲也无篷船对马尼拉转去到西那。6月12日，风甲天气还像昨昏，有4只篷船出航前拢列输，载有咸鱼77个人；有1只篷船对片湖到遮，载有40袋米、40担盐、15捆茶棒、15个人。6月13日。风甲天气还像昨昏，含迄寡载运订含2箱运条来的生意人交涉2天了后，今仔日因同意甲即寡运条甲以前相像的计数，就是73两精运，为105里尔来卖互阮，但是爱全数付现款。今仔日也开始以交易护照来收购货物。今仔日议长和议会决议，迄2个新仔人以前被我方的人控诉，所以带来台湾遮。后来因无为着因的案件来辩护，伫阮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偷偷离开。即嘛还住伫个大楼舍呢。即嘛违反告示，住伫大楼舍里。大楼是啥物所在？大楼舍是沙特楼，就是伫屏东县离港一带。即嘛要住伫离港遐。无论如何，拢爱调还因来即个城堡，违令就会处死。也决议讲，若无照的新仔人去淡水，会互阮的人来拘捕。如果掠着类似安尼的人，拢会当作是奴隶，甲违反阮的告示的人来看待，用铁链锁起来。最后决议，伫个稽查官 Adrian Van der Burch 的要求之下，因为派驻南方甲北方各村社的5方的人员，最近和以前相像，拢
毫无根据、毫无证据来法官控诉希腊人，并且甲因交来台湾遮啦吼。即寡人因为欠缺认证，所以又搁被议会考体来认为当作是无辜的人来甲因放走。以后必须以书面写明因的罪证，以便改进。详情刊载伫决议录。6月14号，透北方河天为一只高野船对南方到位载咸鱼10个人。6月15号，透北方河天有下列的船只来往，就是2只对南方载茶来。载茶甲沉来到遮，载12个人；3只对西南沿海到遮，载80稻米、150担盐。10捆的茶帮，载有47个人。有一只空船出航前往二林，要去掠鱼，载12个人。2只前往淡水，载有100担盐，22个西南人。下晡有一只细只篷船到位，载7个人。在沙当作地床，另外有几道棉花、微量的铁仔甲其他价值真少的物件，是高级大工 Simon Cornelis 对卡布布加多所派来。卡布布加多是菲律宾卢爽岛的卡布波杰德，并且送来以4期本国月3号的内批。对该批知影讲有一个神父该当死的卡基贱人，以及甲因落来即个行李，伫因的要求之下，甲因送来厝地，询问上述的希腊人了后，因当中主要人讲以下的话，讲伊伫马尼拉待3-4年，担任船员4过航行。今年有26只篷船来到马尼拉，其中有12只大篷船，因载有各种商品，粗货、细幼货拢有。有7只已经出发回航，其中有1只被 Simon Cornelis 所掠，比即只小可较大一丝啦，毋知所在是载啥物物件，大多拢装运树木。上述的篷船对马尼拉回航的时阵，航往帕纳苏朗。帕纳苏朗是菲律宾卢爽岛北边的一粒岛。讲上述篷船对马尼拉回航的时阵，航往帕纳苏朗，然后对遐直接航往西纳，无看见霍尔莫沙的人角，但是因为强风有看见偏乌，伫马尼拉有2只。纳尾藤船做了一只新的咖喱的船，西班牙的援军2只大船还未到位，不过所需要的费用已经用2只篷船该动一寡士兵，毋知影人数载运到千那地迄2只篷船又搁转去马尼拉，毋知影目前马尼拉有偌济西班牙士兵。不过，伊咧摇讲，包括士兵甲市民，约略是800个人到1000个西班牙人。伊毋知影讲，阮伫鲁双顺役的情形。去年，归人被阮围攻的时阵，伫阮的军队到位的时阵，有一个神父坐一只希腊人的篷船对归人逃往福州，以后来到马尼拉，西班牙长官控诉讲，希腊人对因不忠，但是若无尽力来帮助因，还显然是要倒靠阮即边。因此认为讲，因的城堡一定会陷落。因此，上述的长官下令要待时带伫马尼拉的所有希腊人讲，如果马尼拉也被荷兰人围攻，因也会同款安尼来对待阮。伊也注意到讲，
西班牙人对阮真惊吓吼，对规人的失守，因并无大声显化，是静静来甲哀伤藏伫心底。因伫24工前行离马尼拉，要前往卡卡简去载运一个神父甲伊的同伴，是该神父要爱因去的，为此要支付6个箱仔、两个箩筐啦吼。毋知影内底是装啥物，40罐胖面包吼，40罐醋，毋是40罐面包，4罐醋，2担糖，约落40个装着葱仔，甲一寡工艺品的一个箩筐啦吼。而因私人的物件有6捆各种彩绘的空眼布，2盒Lankins，50罐新仔麦仔酒以及一寡杂物。因计划讲代志好办好，就要转去马尼拉。以上是6月15号，咱读到遮。好，马文3年，看着恁吼。巴比有记载他老虾吼。他老也是大老虾吼，拄则讲是伫离港遐啦吼，即嘛遐个一个塔罗村吼。好，我咧看即个荷兰时期即个日子吼，感觉讲其实台湾遍布原住民实在是足侪吼，非常的侪吼，各所在拢有因的即个村社。荷兰时代时期就塔老社记载，为着保护荷兰士兵避台，以及意图控制台南高雄平原，荷兰台湾当局甲新港社联军伫1635年圣诞节发动塔加利昂之战吼，攻击鳌港、大公山附近。所以塔加利昂社甲南方联军的社军对高雄平原迁徙到屏东去吼。所以塔加利昂社和三民社代表，所以塔加利昂所以因是对即个台湾遮逃走的吼。好，到遮。多谢阿乖。好，我来归房吼，感谢各位。好。